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时间不错。各位观众朋友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真欢迎你拨时间来收看空中主日的节目。我罗俊义牧师为大家来讲教会历史的册《使徒行传》。咱今仔日是要对《使徒行传》22章30节来看到23章的35节。前礼拜咱有讲到保罗去用掠，然后轰拍，甚至后来耶路撒冷的指挥官有出面来。这个指挥官出面来，将保罗甲伊掠入来，然后嘛是甲伊拍。保罗伫遐有意见，伊讲：你敢会使拍一个罗马公民？哇！去互这指挥官惊一个，伊无拍算。保罗是一个罗马公民，伊佫讲伊是出世的罗马公民。安尼咱会当知，伊若是出世罗马公民。保罗这个家庭是贵族的家庭，也是讲真特别的家庭。特别伊住伫大数，大数遮大部分拢是啥物？拢是罗马人的大生理人，伫迄个所在较济。安尼咱会当了解保罗的家庭背景真特别，所以伊伫耶路撒冷所受的教育嘛真高赞，又受过真好的希腊化的教育。所以，在讲伊是一个罗马公民。我前礼拜嘛有介绍过，罗马公民是当时的社会有一寡特权。这种的特权是啥物？伊若一般犯一般的罪，伊免互掠去关，伊会使等候申诉，也是用钱出来赔就可以。若真严重的罪，就是到落尾就判死刑。罗马公民毋免顶十字架，但是十字架会使对待罗马人以外，互罗马统治地区的殖民地的任何人，若是需要，拢会当用十字架刑来甲因处分。咱就会当知影，这种的罗马公民伫当时的时代社会，是一个互看做是啥物？一种荣誉、尊贵。阁有社会地位的人，其实保罗在表明伊是罗马公民，毋是讲保罗在惊鞭拍。其实咧鞭拍是足艰苦的，迄若是较严重，鞭骨会断去，因为迄罗马人的罗马兵的鞭，毋是干那纯粹干那牛皮做哪顶，有当时是骆驼的皮，内面阁缀啥物？内面会包迄个骨，牛的骨，也是精生的骨。迄鞭若举开摔伫人的身躯顶，人真可能会为着安尼鞭骨断去、肉开去。但保罗毋是，其實保羅較毋是在驚這，保羅敢要表明一個代志，伊要互這羅馬指揮官知，我是一個受過真高讚教育的人，因為羅馬指揮官一個聽到伊會曉講希臘語，驚一個。講哎呦，你要講希臘語所以伊看保羅毋是一個普通的人，伊就是要用這個來表明，互指揮官知影，才會掠伊、拍伊、喊話要互伊死。這毋是伊是一個作亂，毋是伊在作亂，是這猶太人有問題。但這個指揮官，咱今日所讀的聖經，這指揮官真愛知。到底保羅是什麼原因會惹起猶太人遐大的生氣？所以，這個指揮官就要求猶太人的議會愛來開會，伊就要求祭司頭愛去召開這種的猶太人最高議會。咱知猶太人最高議會是三個勢力來形成，這個議會有70個人，由祭司頭在主持會議。這三個形成的規律，一個就是對經學書來。這個經學書
就是专门在讲解圣经的这种的经学书是一个，佮另外一个就是什么祭司，祭司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系统，这是属于撒都该派的背景。当另外一个就是长老，长老就是社会士绅代表，这三个规律来形成一个犹太人的议会。这议会因看作是最高的议会，这个最高议会通常拢是在办理、在处理犹太人所发生这种上严重的代志。譬如讲，因抓耶稣来审问，然后因认为耶稣应该判死刑，才将耶稣交送给罗马总督彼拉多。罗马总督彼拉多讲：“恁哪得交来互我？恁家己照恁的规矩去问。”罗马的彼拉多起身掠准讲是耶稣是伫圣殿犯规则，所以若伫圣殿犯规则，你直接会当去处理。伊敢若彼拉多家许可地使，所以彼拉多在讲照恁的法律去处理。彼拉多的意思是讲，我有许可恁。这个人若该人判死刑，恁就该判。问题困难是耶稣毋是伫圣殿互因抓着，伊敢若有圣殿犯着圣殿的罪，因会当随时落处分。但是耶稣毋是伫圣殿，像保罗安尼伫圣殿随时互因抓着，因会当随时根据彼拉多许可、总督许可，就随时互伊死。这是因上大的问题，所以因敢若会当开犹太人最高议会开了，才将耶稣送互彼拉多去审问。即马拄颠倒头柄，因抓着保罗是伫圣殿抓着，抓着想要拍好死，佫袂当，是安怎袂当？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，因为是罗马公民。因就无法度通处理，得交予罗马政府去处理，所以交官来到伫耶路撒冷这个指挥官的所在，保罗交来这个所在，保罗在表明伊是一个罗马公民的时阵，煞互这个指挥官真头壳疼，因为因有得拍过，所以因会惊呢，因为袂使拍罗马公民。你还未了解伊的罪的情形，你就得边拍，这若过去到罗马皇帝遐，这个指挥官会为保袂掉，所以指挥官真着惊，伊要赶紧去查，到底保罗犯什么代志？为着安尼，伊就问，伊要求什么？要求这犹太人的最高议会随时开会来讨论，因为规个城拢已经在扰动。是讲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安尼喊话的声真大，强强要亲像暴乱共款。拄伫迄个时阵，你也看因开会，因开会伫遐开始要问保罗的问题，但保罗会当将伫遐开始来答辩。咱知影因这个议会一个开。保罗的头一句话竟然讲：“伫上帝面前，我无什么毋对。”犹太人在听这句话，会当作是什么？用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，拢是有毋对。这是一个基本了解，就是讲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，拢是无完全的人。所以，若有一个人在表明讲伊伫上帝面前是完全的人。这种的人，就是等于是什么？等于真骄傲的人。若根据诗篇14篇的第一节，伊讲心内骄傲的人无上帝。所以这时头一个听到保罗讲，我伫上帝面前是无犯罪，伊当然挡袂牢，伊随时叫伊老婆将保罗都要吹皮搭线落。保罗讲什么？讲你这个假好的人，伊随时当骂倒转去。保罗哪会敢骂这时头？安尼有一个可能性。落尾遐个助手甲保罗讲：“你哪会好大胆骂这时头？”
保罗才讲啊，我毋知影伊就是大祭司头，是安怎会安尼？这有一个可能性。就是这议会人来组织的时阵，因无穿因的礼服，因为是临时叫来开会，所以因毋知影到底是甚物代志，这是一个可能性。第二样是因为指挥官真可能是指挥官伫遐调会，所以互保罗分袂清楚到底什么人在主持迄个议会，所以保罗才伫遐甲伊讲，伊毋知影伊是祭司，所以伊表示伊会毋对。然后对第6节就开始保罗引起的问题。第6节嘛，通讲真要紧的一节，是因为保罗看见伫迄个议会，即犹太人议会中间，有一种人是叫做法利赛派的人，有一种人是撒都开派的人。当各位兄弟姊妹，我头先有讲过，犹太人的议会名叫做三合林哦，三合林。这个三合林，这个议会是3股势力来形成。其中的一个就是法利赛派的系统，法利赛派的系统通常是什么？经学教师嘛，所以我头先有讲，迄个经学教师是一股势力，佮另外一股势力就是圣殿的祭司，却是圣殿的祭司后面的系统，就是什么系统呢？就是撒都该人的系统，第三个就是民间的代表，就是这士绅。有名望互尊重的人，这所谓做长老，安尼真趣味咯。撒都该人的系统形成的祭司，法利赛派的系统形成的经学师。保罗是一个经学教师，其实保罗讲热心的敬畏上帝。咱前礼拜有讲到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阵，伊在甲伊的同胞讲，伊讲我是大数，出世伫大数，长大伫耶路撒冷，我是加马列的学生，我热心敬拜上帝，热心尊叹上帝的教师，热心伫上帝的事。这句话其实是在讲什么？伊嘛真认真。在迫害这信耶稣的人，这是伫当时保罗时代，这犹太人看做上忠实的人。啥那保罗在做这个代志？其实有一个原因，保罗真可能要竞选做犹太人最高议会议员，因为着要竞选做犹太人最高议会议员。所以，伊就要表现出伊是真忠实，毋但是加马列的学生受过严格的训练，伊确实是实实在在有在执行摩西律法的规矩的人。这是保罗在表达的方式。所以，世界去掠基督徒，就是要互知影，我保罗是一个足认真、忠实、敬畏上帝、照摩西律法在行的人。这是保罗，所以保罗去逐所在伫掠基督徒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伊真有可能想要选举犹太人这个最高议会70个议员内底一个，伊想要拼去做议员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所以对议员内底形形色色，伊知，伊一个看这个人虽然无，因有可能无穿因的大礼服，也是官方正式的礼服。保罗一个听因在讲话，伫遐在交辩的中间，伊就知影什么种人是法利赛人，什么种人是什么撒都该人。因为这两派的人拢夹袂好势。咱若在看23章第8节，就有写这个问题出来。伊讲法利赛派的人是什么？法利赛派的人相信什么？相信国话。法利赛派的人相信什么？天使。法利赛派的人嘛相信什么？圣灵的溃烂。趣味都趣味伫遮法利赛人这3种拢相信，撒都该人是这3种拢总毋相信。因毋相信有死人过活，因嘛无爱相信什么？无爱相信有天使，因嘛无爱相信什么？因嘛无爱相信有圣灵的溃烂。咱若在读福音书，会读到一个故事，
这我伫讲路加福音的时阵，捌甲咱大家介绍过，就是有撒都该派的人，因无相信过我，所以因调工找一个问题来问耶稣。啊，这个问题哦，佮甲摩西律法有关的，甲摩西律法内底，就是《申命记》25章的第50到第10节。《申命记》25章的第50到第10节有讲一个摩西律法的规定是讲什么？若有兄弟结婚了，无生囝就死去。你做伊的兄弟的人有责任甲义务，带你的兄弟的某来过门。带你的兄弟的某过门，干那要做一件代志，互伊生囝，通伊的囡仔会当来承受你的兄弟所留落来遐土地财产。这是摩西律法的规定哦。啊，但撒都该人就用这个律法的规定，来扩大、真严重提出一个问题来问耶稣。伊介主要问耶稣这个问题，就是讲。哪有告我？根本就无告我。无若是有告我，看这个代志要安怎处理，因是安尼来问耶稣。伊讲有一个负责人，讲嫁一个人，这个人过身，伊的兄弟带伊过门，这个带伊的搁再过身，啊，拢总无生囝，少年线7个兄弟，拢总带这个负责人过门，7个人拢总无生囝，拢无甲这个负责人生着囝，拢得过身去。哦，啊，这实在真严重啦！吼，讲一个负责人嫁7个翁，这7个翁拢是兄弟啊，啊，结果拢无生甲半个囝，7个兄弟拢死去。这撒都该派人就接来问耶稣：啊，若是安尼啦，吼，若是安尼，你若讲死人有告我，安尼伫告我的日啊，到底这个负责人是对这个人的某啦，对这个人的某？伊拢无生囝，所以7个人拢平平。若是有生囝，迄个有生囝占较大的关系。啊，毋过拢总无生囝，所以7个兄弟拢总共款，甲即个负责人的关系拢总共款。啊，到底即个负责人是什么人的某？啊，耶稣才甲遐撒都该人讲什么？讲伫咱徛起的世界，有嫁有娶啦。若是伫告我上帝国迄个所在啦。逐个人拢共款啦，含天使共款，就无嫁也无娶啦。讲迄边应答了啦，这撒都该人煞喙带点去啦，毋知影要安怎，搁再问耶稣啦。啊，法利赛人伫边仔是听甲欢喜甲啦，讲好，你得看，去互耶稣修理着啊。安尼，咱地当通知影，这两派人定定是无共款意见，特别伫信仰上，因有无共款意见。哦，咱嘛会当看到犹太人的议会，就是有即种无共款意见的人，三甲做阵啊，甲缅甸教意见伤过接近，安尼伫审问代志就袂客观啦。啊，若是无共款派系人做伙，有共同一致的结论，安尼即种。裁决因看做是较客观的啦，啊，到问题出伫遮啦。保罗一个看啦，知影因中间啦，有人是什么种人，有人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派的系统，有的是撒都该派的系统啦。伊就伫遐随弹出即个问题啦。伊讲今仔日哦，其实哦，我的代志哦，也无什么问题啦。是干那因为我在传耶稣基督啦，告我相信有死人告我啦。干这个代志哪定？我相信有死人告我在讲耶稣死告我。哦，啊，迄一个讲出来时啦，撒都该人挡袂牢，因随时反对，讲无即个告我的代志。啊，法利赛人一个听撒都该人讲无告我。因嘛挡袂牢啦，因随时讲啥有啦，哪会无？啊，结果一边讲有告我，一边讲无告我，煞保罗的代志拢无问，干那议会拄仔伫遐起冤家啦。
这安尼咱嘛会当看出保罗是有够敖啦，等一块骨头啦，这两排人都客家呢，安尼坐甲嗨嗨叫大细声，煞袂记即讲保罗的代志伫倒落。虽然是安尼啦，到落尾佫介趣味啦，伫法利赛派即边的人落尾足生气啦，因甚至大声甲指挥官讲啥物？伊讲即个人根本都无做啦，我趣味啊咯。因掠即个保罗是强强要甲拍好死啦，即马煞讲即个人根本都无做，就是啥物？因为伊讲过我，因为伊讲过我，对到即个撒都该人即个祭祀系统的足受气啦。但是法利赛派人煞认为保罗是啥物？甲因共系统的本来保罗就甲因共系统，因为保罗就是法利赛派，所以因伫遐就大声话讲，阮找袂出即个人有啥物毋对啦，可能真正有上帝神甲伊三甲做伙，就即个问题就伫遮来产生啦。哇！煞哪差哪厉害啦！即个有人，即个指挥官惊保罗。伫迄个中间，互掠去伫安怎，佮互掠去拍，伊会惊啦，伊就赶紧命令伊的兵将保罗安怎，甲伊保护起来啦。安尼保罗就佮互指挥官掠倒转去伫拘留所的所在，其实就是伫遐甲伊保护，较免得犹太人佮伫遐起扰乱，将保罗甲伊陷害。咱知影伫迄个暗时半暝时。保罗得到上帝异象的启示啦，这个启示对保罗来讲真要紧。伊伫迄个启示的中间啦，徛伫保罗的面前，自显现伫保罗的面前，甲保罗讲什么？讲伊得有勇气啦，要互伊对耶路撒冷沿路做见证，到伫罗马的所在。咱通知影就对这个耶路撒冷受掠啦，到罗马这条路。拄是到使徒行传28章这段中间，保罗沿路上诉一直去的时，拢干那得讲一项：耶稣过我。这个耶稣过我，拄是保罗上福音的中心。咱知伊写批互哥林多的教会，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，保罗讲什么？伊讲我敢若传福音要讲两件代志啦，头一件就是要讲耶稣啦，第二件就是要讲伊的死伫十字架甲过活的事，这是保罗在讲。所以咱会当知沿路保罗在讲到过活的事，但是拄伫即个中间，伊甲保护开即个罗马的指挥官、耶路撒冷的指挥官，甲保罗保护开的时阵啦。犹太人迄个气是挡拢袂掉，因毋知是安怎咧，积怨积真久。伫保罗伫外邦传福音的时，拢在讲行割礼无重要，所以互这人实在挡袂掉，嫌袂当将保罗甲罪好死。即马即边掠着，煞因为伊有罗马公民的身份，过去互指挥官甲伊保护开，所以这犹太人更较怨恨，更较生气，讲。若无趁即个机会好死去互失落去，以后真歹处理啦。所以因就做一个决定，去组一个什么40几个人的暗杀团，要来暗杀保罗。有人将即个消息走去甲保罗讲，保罗赶紧将即个消息甲罗马即个耶路撒冷的指挥官讲。耶路撒冷的指挥官听到讲有人要暗杀保罗，就惊啦。罗马公民若去互犹太人暗杀啦，伊做一个指挥官，毋但无民主，佫较严重啦。所以伊就赶紧采取一个行动啦，要将保罗移送，移到伫该撒利亚，就是住在巴勒斯坦上悬的指挥官的所在啦。伫遐有一个总督。腓力斯啦，伊要交代腓力斯这个总督来处理，所以这个指挥官伊就写一张批啦，然后利用半暝伊讲利用半暝暗时9点将保罗偷偷送出，毋但是暗时9点偷偷送，这个指挥官搁安怎？伊讲准备什么
200个步兵啦，然后有迄个马兵70个啦，搁再有迄个举枪的清手啦，吼，即个举枪的拍手啦，200个，安尼阵啦。这其实是啥物？差不多会使讲带伫耶路撒冷所有的兵力总动员，要将保罗暗时9点偷偷送到伫菲士都菲利斯的所在，该撒利亚总督菲利斯的所在。这个指挥官真聪明，伊是安怎爱劳师动众，用遐大的兵力送一个保罗去？第一人是因为有40外个人组成的暗杀团。所以，伊若利用暗时的这兵拢总来派出来，伊其实是要互这犹太人有一个错觉啦，讲迄是罗马兵在预防啦，吼，在调动营房啦，较毋是在保护保罗，所以互因看袂出讲保罗已经要互送去别位，万一若半路去劫啦，吼，然后伊附一张批来攻击。保罗的问题就将安尼伫半暝送保罗到伫菲利斯的所在啦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即种的移送到伫菲利斯，介主要目的其实保罗就是送搁较到伫较悬的法定的所在，伫遐要来审问但保罗去到迄个所在，伊干那要继续讲一人耶稣过活。这个是保罗所有的福音的上中心。两位兄弟姊妹，保罗无替家己辩护，保罗拢在见证一人耶稣过活，因为这是伊的生命的见证。真多谢你拨时间来收看这个空中主日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你，甲你三甲之地再会平安。他的心里有蓝图。他的时间不错。